家好，我是贾拉拉巴德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李曙光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汉语课堂。喂，你好，下面87到90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安德能看到吗？能，老师。来，你把文章读一下，我听听。每个人心中有一把快乐的钥匙。当我们去经常把它交给别人，成功吗？掌管，对。因为有女士抱怨道，我活得很不快乐，很不快乐。活得很不快乐，因为我大夫经常出差。丈夫不是大夫啊。丈夫。对，丈夫啊。丈夫经常出差不在家，他把快乐的钥匙放在丈夫的手里。因为妈妈说我的孩子不乖，我的孩子不乖，教我很生气。对，我的孩子不乖，教我很生气。他把快乐的钥匙交在孩子的手中。一个男人可能说，老板不欣赏我，所以我情绪不好。他把这把钥匙交给了老板。这些人都做了相同的决定，让别人来控制吗？对，控制他的心情。控制他的心情。当我们让别人控制我们的情绪时，我们更觉得自己是我们这是变，不是更便觉的。我们便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。对，受害者。对现状。对现状我毫无办法。抱怨与愤怒。成为唯一的方子。选择。
责怪。我们开始责怪他人。我怎么这么痛苦？痛苦，不是疼痛，痛苦，对，都是你造成的，都是你造成的，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。其实我们是在要求周围的人使自己快乐。我们我们似乎承认自己无法控制自己，只能可怜的让别人来决定。一个成熟的人决定，一个成熟的人，成熟的人，能够掌握自己快乐的钥匙。对，他不必期待别人使他快乐，反而快乐，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。他情绪稳定负责，和他们一起是和幸福吗？是种享受。享受，而不是压力。你的钥匙在哪里？在别人手中吗？快去把它拿回来吧。看看啊，看懂了没有啊？先看看你怎么选啊？这4个答案，你们先看一下。刚才那个安德把它读了一下啊，其他2个同学你们没有读，你们看一下啊。根据刚才那个安德读的那个啊，你们看看这4个答案啊，87、88、89。那位妈妈为什么不开心？87是 A。87，努兹亚你选的 A， 那安德你选哪一个？A 是孩子不听话 ，B 丈夫经常出差 ，C 他跟老板吵架了 ，D 孩子弄丢了钥匙。我算是 B。你选 B， 丈夫经常出差。那位妈妈为什么不开心？因为丈夫经常出差啊。努兹亚选的是 B， 老师。选的是 A， 孩子不听话。B， 但我们换了老师。那个谁，劳金别克，你选的哪一个 ？B， 丈夫经常出差。你也选的 B， 你跟安德你们俩选 B。那个努兹亚选的是 A， 2个选 B， 一个选 A。88。C 嘛 ，C。努兹亚选 A。劳金别克选 C， 安德选哪一个 ？D。你选 D。你们3个人都不一样，一个选 A， 一个选 C， 一个选 D， 没有选 B 的啊。3个答案，3个人3个答案。都是 A。你又变成 A 了。你又变成 A 了。对。C 不对你又变成 A 了，那就是2个人选 A， 一个选 D 这是第2。88、89。
听着是问， D 29是想 D。要快乐，我们需要D 对，然后未来其实钥匙。 D 老师，我算的是 D。你也选 D 吗？那你们3个选的都是 D 啊，这个好像大家都一样啊，89咱们都选的 D 啊。最后一个上问 D 主就要是 D。讲了什么？主要讲了什么？主要讲了什么？这篇文章就是也是这 D 个就是老师。我们那个心情应该朗读有，我们读完一篇文章以后，我们要知道这篇文章它主要讲的什么意思啊？主要讲了什么？希望是现代人类 D 快乐。心情应该由自己控制。努兹亚选 D， 安德选哪一个？我也算的是 D 老师。你也选的 D 啊，老金别克选的 C， 那其他2同学选的 D， 心情应该由自己控制啊。这个 A 是生活中有很多压力，这个 B 常发脾气对身体有害啊。控制什么做？控制，你觉得心情应该由自己控制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啊，这篇就是讲现代人的一种心情啊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啊，当然这个钥匙大家都知道，你看这里有个钥匙啊，这个本来是开门的，但是这个什么叫快乐的钥匙啊？但我们却经常把它交给别人掌管，什么意思？第一句话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，但我们却经常把它交给别人掌管。我们把这个钥匙给别人了，让别人管着。第一句话什么意思？其实离婚的人就怎么说呢？我们快乐不快乐？大家想啊，我们快乐不快乐？这个意思是老师，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钥匙，但是有些的人经常给自己的钥匙别人管理一下。他们管理我们的钥匙。他们管理我们的钥匙。这个意思是他们可以能管理我们的。那这个地方这个钥匙是这个钥匙吗？是这个开门的钥匙吗？是不是这个？没有，就开别人的意思。不是开门的钥匙。对，它不是这个东西。对，实际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，但我们却经常把它交给别人掌管，就是很多人啊，你到底快乐不快乐，都是看着别人，他不是说自己来掌握自己快乐不快乐，他看着别人，因为别人让他造成了不快乐，因为别人让他造成了快乐啊，他是这样，这等于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快乐不快乐不是由自己决定的，而是由别人来决定的，啊，就别人造成了我的快乐或者我的不快乐啊，所以呢，刚才你们说的对，它不是指这个这开门这钥匙啊，就是说快乐不快乐本来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啊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却经常把它交给了别人，啊。这个我们来看底下，他就开始解释了啊。一位女士抱怨道：“这个抱怨。”这个词大家注意，抱怨什么意思啊？抱怨这个你们应该学过，抱怨不满意，对，不满意。比如说你工作了，你的工资很低，收入不高，不满意。你那个每天加班，对老板不满意，抱怨。现在。这个在吉尔吉斯这个不让出门，哎呀，你可能有些人有些抱怨，是不是？这不让出门，天天在家待着，啊，虽然这个那出门容易传染病，但是那人总是心里不太舒服，对不对？他可能会有些抱怨啊，不满意。他为什么不满意呢？我活得很不快乐，
注意为什么？因为丈夫经常出差不在家。一位女士抱怨道：“我活得很不快乐，因为丈夫经常出差不在家。”你看，她把快乐的钥匙放在丈夫手里。她快乐不快乐由她丈夫来决定。她丈夫出差了，她就不快乐；她丈夫回来了，她就快乐。所以她觉得很不快乐，因为她丈夫经常不在家。就是由别人来决定她到底快乐不快乐啊。一位妈妈说：“我的孩子不乖。”什么意思啊？不乖，乖，这乖什么意思啊？不听话。对，不听话，不听话，不听话。哎，他是个乖孩子，乖孩子。我们说这孩子很乖啊，我的孩子不乖，叫我很生气。一般大人好像都喜欢听话的孩子啊，说哎呀，这个我们家孩子很乖呀，啊。但是那个，因为咱们现在都大了啊，你们都是大学生了，都在那个外国去留过学啊，都在外面学习过。你们自己觉得这个孩子太乖了，太听话了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你们感觉啊？当然你们现在是学生啊，我是老师，我是父亲啊，我也有孩子啊。就你们觉得这孩子特别乖啊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。那你们作为学生来说，肯定你们觉得也不太好。为什么不太好？你们觉得？特别乖，说这孩子。因为如果他很乖的话，没有自己的想法。没有自己的想法，都听别人的，啊。对，都听别人的。父母让他干什么干什么。靠父母的意思是。就靠父母。都靠父母。是，对。实际上我也是这么认为啊，就是虽然我也是个父亲啊，我也是个父母亲，但是我觉得这孩子真的也不能太听话了啊。那个太听话的话，就是父母亲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，不让他干他就永远不会干，他永远不干，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，父母亲的话他永远不反对，这个也不行啊。这个父母说的话也不一定都对吧？是不是？也不一定都对啊。那有些那话呢不能都听啊。父母也会。对，那个就是他也不对，有的时候啊，对的时候我们听，那不对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听啊。当然，我们要注意一下方法，注意一下态度啊。就是说你不能跟父母去吵架啊。但是这个我觉得不能太乖了啊。这妈妈说呢，我的孩子不乖，叫我很生气，因为他孩子不听话，所以他很生气。他把快乐的钥匙交在孩子的手中。这个妈妈。因为孩子不听话，所以他不快乐。你看，他把快乐的钥匙交在孩子的手中，就孩子来决定他快乐不快乐。一个男人可能说：“老板不欣赏我。”欣赏什么意思啊？欣赏，欣赏。怎么也喜欢？不喜欢。掌握的意思。欣赏啊，说老板特别欣赏我，说老板不欣赏我，掌握的意思是喜欢的意思，对，他是喜欢的意思啊。说哎，我的老板很欣赏我，就是我老板觉得我不错啊，觉得我很好，就觉得我不错啊，这叫很欣赏我啊。说老板一点都不欣赏我，不欣赏我。那就说这老板不喜欢我，他觉得我不行，哎，这老板不欣赏我，欣赏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还可以说这个欣赏歌曲啊，欣赏音乐啊。晚上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家没事儿，咱们又不上课，说我天天在家里面晚上没事儿了，打开电脑，打开手机，欣赏音乐，欣赏电影，欣赏歌曲，都可以用这个欣赏，啊，都可以用这个词。这老板不欣赏我，所以我不好。他把这把钥匙交给了老板。哎，这个男人，他快乐不快乐，由他的老板来决定。老板欣赏我了，我就快乐；老板不欣赏我了，所以我就不快乐。这些人做的对不对啊？大家想想啊。
对。不对，为什么不对啊？你看第3段，这些人都做出了相同的决定，让别人来控制他的心情，而不是自己来控制，而是别人来控制啊。那孩子不听话了，的妈妈生气；这个丈夫经常出差不回家了，这个妻子生气啊。这个老板不喜欢我了，这个男的他生气，不快乐啊，都把这个快乐不快乐交到别人手上，由别人来控制啊。这第3段啊，所以再往下，大家看，当我们让别人控制我们的情绪时，我们便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。注意下这句话啊，当我们让别人控制我们的情绪时，我们便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我们就受到别人伤害了啊。比如说那个妻子，她的丈夫经常出差不回家，然后呢，她就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的丈夫怎么经常出差呀？哎，大家想，那个丈夫出差也可能是为了工作呀，也可能是为了多挣钱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就跟那个对呀，就跟那个劳金别克，你说你的父亲在俄罗斯工作，是不是？那离你那么远，天天又见不到你，你说你去抱怨他，哎，这个父亲为什么不回来陪我们？那你说你觉得不快乐？那你想想，劳金别克，你这样想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不能回来陪你们啊？他要养家呀，因为离婚了。他要养家呀，你们这一家人呐，对不对？你要上学啊，他要挣钱呀，这个没有办法呀。但是如果你要是来抱怨他的话，那你也会觉得你就是个受害者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你是个受害者啊！我作为孩子，那这父亲为什么不回来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？那别人的爸爸怎么都在跟前，我爸爸怎么就不在了？不能这样想啊！你如果这样想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你在受害，你受到了伤害啊！对现状毫无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。抱怨与愤怒成为唯一的选择，我们只能去抱怨别人，我们只能愤怒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快乐都是建立在别人身上，都是交给别人了啊！我们开始责怪他人，注意啊，这个他人是指其他人，别人的意思啊。责怪，什么叫责怪？责怪他人，责怪他人啊，负责嘛，指责，就是去怪别人。比如说你考试没考好，你去怪老师没有教好；你考试没考好，你去抱怨你的爸爸妈妈没有给你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啊，你去怪别人。你考试没考好，你去怪你同宿舍的那个人，影响你学习。意思是你考试不好，考得不好，然后你，怎么说？你觉得不是你的错误，对吗？对，你觉得不是你的错误，是的还是你觉得是同学的错误，你觉得是老师的错误，你觉得是你爸爸的错误，他没有给你创造好的条件，你去责怪别人。你去责怪别人，你去怪别人啊？怎么怪呢？我这么痛苦都是你造成的，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。这句，我为什么这么痛苦，都是因为你给我造成的，就是因为你，我才痛苦啊！你看那个女的，就是因为丈夫天天不回来，所以我痛苦，都是因为你啊！那个母亲也是，她怪孩子说，都是因为你不听话，所以我这么痛苦。啊，那个男人也怪他的老板说，都是因为老板你不喜欢我，所以我这么痛苦。你看，其实大家注意，我们是要在
我们是在要求周围的人使自己快乐。注意这句，我们是在要求周围的人使自己快乐。大家注意啊，你们不能让周围的人让你快乐吧？我们快乐，首先自己要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们似乎承认自己无法控制自己，只能可怜的让别人来决定。似乎什么意思啊？似乎好像对，似乎是好像的意思啊，似乎是好像的意思。我们似乎承认自己无法控制自己，只能可怜的让别人来决定啊。这一段就是说，我们不能把快乐交给别人，能否快乐，我们应该自己决定啊。后面一个成熟的人能够掌握自己快乐的钥匙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一个成熟的人能够掌握自己快乐的钥匙。也成熟，就是比较一个年纪大的，也不一定不，这个成熟的人不一定是指年龄大的，不一定是指年龄大的，成熟经历大，什么人？经历比较多，考虑问题比较全面，考虑问题不简单，比较全面，比较周到，这些人我们叫成熟的人。一个成熟的人能够掌握自己快乐的钥匙，就是说他能够让自己决定自己是不是快乐，而不是由别人来决定他快乐不快乐啊。他不必期待别人使他快乐。我不能求别人让我快乐，能不能快乐我自己说了算，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。我能把自己的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。他情绪稳定，能为自己负责。注意，这种人情绪稳定，能为自己负责。和他在一起是种享受，而不是压力。所以这样的人我们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啊。这样的人我们都喜欢跟他在一起啊。这个你的钥匙在哪里？你的钥匙在哪里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最后这一句，你的钥匙在哪里？在别人手中吗？快去把它拿回来吧。你这样，你觉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最后这一句，你的情绪在哪里？你的生活，你的生活是在哪里？你的情绪在哪里？你不要让别人管你的情绪不要让别人管你的情绪。对，老金别克，你觉得呢？你怎么理解最后这一句话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你也这么觉得？不要让别人来管你的情绪，就不要靠别人。不要靠别人来让你快乐。靠自己。那安德呢？安德，你怎么想？求自己。安德，你怎么想？你最后这一句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怎么想啊？你的钥匙在哪里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老师。你觉得这什么意思？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对，你们理解的都对。安德说这个我们应该自己有自己的生活，对，不要别人。自己的生活自己管，自己要。对，自己的生活自己管，自己的生活自己负责。怎么去？对。不错啊，这个大家那个考虑的都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几道题啊。那位妈妈为什么不开心？妈妈应该是 A 吧？因为他的孩子对呀，孩子不听话呀。那个丈夫出差，这不是那个妈妈，那不是妈妈啊。这个 B 肯定是错的。88，当我们把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后，我们怎么样？变得喜欢抱怨。对 A， 变得喜欢抱怨。A 变得喜欢抱怨。
变得喜欢抱怨啊。哎，刚才那个安德，你选的是 D 是不是？就会给别人带来幸福。带来幸福。当我们把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后，就会给别人带来幸福吗？就会给别人带来幸福吗？不是吧？我错了。对，这个错了。当我们把快乐的钥匙交给别人后，我们就变得喜欢抱怨。A 啊 A，89。根据上文，想要快乐，我们需要刚才大家都选的 D， 拿回那把钥匙。对，什么意思？拿回那把钥匙。拿回那把钥匙。那个不能说的老师不要让别的人管理你的生活。对，不要让别人管理你的生活，不要让别人来管理你的情绪啊，自己来管理自己，哎，自己来控制自己啊。我想快乐就快乐，我想难过就难过，对不对？不让别人来管。最后一个上文主要讲了什么？主要讲就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什么内容？心情应该由自己控制。D， 心情应该由自己控制。对，心情应该由自己控制。我们就讲了那个钥匙要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而不能够交给别人，就是我们不能由别人来控制我们的情绪啊，不能去抱怨。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，你们那个有的同学还在中国留学啊，有的同学已经从中国回来了啊，不管你们是在中国也好，或者是在这个吉尔吉斯也好啊，大家想啊，我们周围可能都有一些特别喜欢抱怨的人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这种同学啊，就是特别喜欢抱怨啊，对什么都不满意，就是大家想想，你们喜欢不喜欢这种人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比如老师，我大二的时候我住了跟一个另外的一个女生，她每次时候喜欢抱怨，她说了我不喜欢这个学校，他们不会那个找我们，他们不会管我们。我听了，然后我也成为了一个闭关的人。但是我本来是一个是乐观的人，但是越来越大抱怨的时候，我也成为了一个很闭关的人。所以你需要按照谁是的朋友，还有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抱怨，所以你一定要按照你的朋友。哎，那后来你怎么样了啊？你刚才说他经常抱怨这个学校怎么样不好，那最后你说时间长了你也变得很悲观，那最后你怎么想的啊？最后你怎么解决这个事情？对，所以大三的时候我换了我的邻居。哦，你换了，你不跟他住了。我现在，对。你不跟他住了。但这也是个办法啊，这也是个办法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换宿舍的话，你必须跟他住在一起的话，你怎么办啊？那个时候我首先说了的，你不要说的，因为很多人没有机会来中国上学，你一定要你一定不要抱怨他。我说了的好多的句，但是他没听我，他没听我，所以我首先想了改变他的自己的想法，但是我也没有，以后我觉得我没有机会变他的生活，对，因为如果他不想变自己的生活，那为什么我要帮他？哎，对，如果他自己不想，是你说的这个对，就是你可能也跟他说了很多啊，但是到最后他可能也不想改变，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改变别人的一些想法，是吗？我们这确实也没有必要，对，他可能就觉得。因为大家都想法不太一样，就跟你说你们在那个学校去读书，他总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啊，可能有一些结果也影响到你，
你到最后说我说了那么多他也不听，那算了，我就换个宿舍吧，或者怎么样啊？当然这个换宿舍是个办法，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可能就是说，他说他的，我们听就听吧，但是我们不要放在心上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啊，就他说啊，他说嘛，说我们就听着，这也是个办法啊。那个劳吉别克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你周围有没有这种就是喜欢抱怨呀，或者喜欢什么样的人啊？就太多呀！我有的时候我也自己会抱怨。你也抱怨？不是经常，这有的时候我也自己会抱怨。有的时候也会去抱怨，你觉得好不好啊？不知道，有的时候可能也有好处，但是大部分的是不好处，没有就坏处。对，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就是说我们对，我们有的时候抱怨一下也是正常的啊，也是正常的这个，对，也是正常的，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好处啊，有的时候抱怨一下也是正常的，因为可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轻松一些啊，有的时候确实。但是那个我们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经常抱怨，什么事儿都抱怨。这个就碰到什么事儿都，只要不满意他都抱怨。实际上没有完美的人，所以就对，每个人会抱怨，是每一个人。对，安德，你怎么看这个啊？你在那个兰州上学啊，你怎么看？知道了。你是学那个导游专业的是吗？是。对啊，你学导游专业的，那你以后可能要带这个旅游团呀什么的，要当导游啊。那你想想这个，如果你的脾气不好的话，你经常去抱怨，经常就是对这个也不满，对那个也不满，你怎么去带你的团队？你想想，是不是？你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？应该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。这个刚才大家都说了一下，我觉得这篇文章呢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因为咱们都是学生嘛。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看在咱们这个吉尔吉斯现在这个紧急状态啊，现在虽然解除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处于紧急情况。大家可能天天待在房子里时间长了，哎呀，也会有些不太满意的情绪啊，有的时候啊，也不让出门，哎呀，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待在房子里，你说这个也很难受啊。所以咱们还是应该能够理解啊。就是你抱怨两句可以啊，这很正常啊，你抱怨两句可以，但是也不要天天抱怨，天天挂在嘴巴里面也没有用，是不是？也没有用，不解决问题。咱们还是应该改变想法啊。就刚才那个努兹亚说的那同学天天抱怨，你抱怨有什么用啊？你已经到那去留学了，对不对？你抱怨，你如果抱怨的话，干脆那你说你怎么办？你抱怨你不解决问题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就以后呢，我们在学习当中遇到什么事儿啊，大家就是不要你抱怨两句可以，但是不要天天抱怨啊。这个实际上对你也不好。那好吧，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，好吗？先到这儿啊，我们明天再讲啊。同学们再见。再见，老师，谢谢。再见，没事儿，哎，谢谢你。来，见。